而家成日聽到人講 AI 會唔會取代人類？咁到底唔同行業 AI 可以做到幾多呢？例如文職或者秘書、寫 email、整理會議記錄、抄數據呢啲重複性工作，AI 已經可以即刻幫你起草、總結，甚至生成報告。會計同財務方面呢， AI 可以快速分析一份財務報表，抽翻重點出嚟，仲可以用圖表整合。以前要幾個鐘先做完嘅事，幾分鐘就搞掂。市場推廣 marketing、寫廣告文案、IG caption， 甚至做一個簡單設計， AI 一句提示就生10個唔同版本，速度快過一個人日做夜做。教育行業方面， AI 可以出功課、解釋概念，甚至改作文。老師未必會完全俾 AI 取代，但係基礎工作已經可以交俾 AI 處理。至於創意行業呢， AI 可以畫圖啊、寫歌啊，甚至幫你做初稿。雖然未必夠完美，但係用嚟做起步點已經好有用。總結嚟講， AI 唔只係識傾偈，而係已經喺唔同行業度開始發揮作用。咁你覺得邊個工種最容易俾 AI 取代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。